19歲免試空降港姐決賽爆冷攞季軍，仲要以懸殊票數贏埋人氣獎。出道之後直接霸佔長壽劇《愛回家》核心角色，試完碾壓同期藝人，一邊深陷整容變臉富豪老豆嘅爭議漩渦，一邊同富二代拍檔轉足4年緋聞，到今日仲係單身，但就揾咗 TVB 力捧師愛。佢個名由始至終都同特權背景爭議掛鈎，每一次亮相都搞得輿論滿城風雨。呢個1999年出世嘅香港女仔，究竟係靠實力逆襲，定係靠家底鋪路？由港姐舞台到電視熒幕，佢人生嘅每一步都俾人放喺放大鏡下睇到實，入面藏着 TVB 新一代藝人最真實嘅生存法則。古培玲係家中女，1999年出世，大過佢10年嘅哥哥長年跟住老豆做生意，佢由細家境富裕，早年被送到加拿大多倫多讀高中。中學時期嘅佢樣貌好稚嫩，面型天方，鼻梁扁挺，同而家熒幕上精緻立體嘅樣差天共地。2017年，18歲嘅古培玲短暫客串 TVB 處境劇《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呢次係佢第一次接觸演藝圈，當時只係做配角客串出鏡，冇引起太大關注。2019年，19歲嘅古培玲決定返香港參選香港小姐，呢個選擇徹底改變咗佢嘅人生軌跡，亦令佢由一開始就陷入爭議漩渦。2019年度香港小姐競選，俾網民叫做最魔幻嘅一屆，而古培玲嘅參賽堪稱港姐史上最具爭議嘅空降名場面。當年主辦單位跟程序完成咗多輪面試，最終定出14位候選佳麗，共一溫排去髮型屋做造型改造，準備進入決賽環節。就係造型收尾，流程全部敲定嘅關鍵時刻，主辦單位突然宣布古培玲成為第15位候補佳麗，直接免試空降現場，連筆試、面試環節都完全跳過。事出突然，現場髮型師趕唔切幫佢設計新造型，佢只能頂住原生髮型參賽，同其他精心改造嘅佳麗形成強烈對比，即時惹起全場譁言。特權內定嘅質疑聲由嗰一刻開始就冇停過。更加令外界譁言嘅係，一路唔被睇好，完全冇比賽經驗嘅古培玲，最後爆冷擊敗奪冠大熱門蔡嘉欣，攞到2019年度港姐季軍。唔止咁，佢仲以176萬票嘅懸殊優勢，贏到最喜愛香港小姐頭銜，票數遠遠拋離亞軍王菲嘅119萬票同第4名梁敏巧嘅28萬票。呢個差距咁大嘅票數，進一步令到佢背景好硬嘅傳聞更加似層層。決賽嗰晚，有媒體質疑佢老豆出動各方人馬跨海拉票，先至令佢用空降姿態拎到雙料榮譽。面對排山倒海嘅質疑，古培玲嘅回應始終含糊其辭，呢種不置可否嘅態度，反而令傳聞越滾越大。空降港姐爆紅之後，古培玲嘅家庭背景俾網民起晒底。老豆係內地富商，身家過億，做過前幹部嘅傳聞不脛而走，成為多年來點都繞唔開嘅話題。有消息話，佢老豆早年喺內地做過公職，後來轉行做生意，人脈同財力都好雄厚，常年往返內地同香港，生意版圖涉及好多個範疇。古培玲仲有個大10年嘅哥哥，兩父子一齊打理家族生意，家底非富則貴。對於呢啲傳聞，古培玲從來冇正面否認過，淨係參選港姐嗰陣模棱兩可咁回應。聽到前幹部嘅講法，自己都嚇一跳。全家都係香港人，當俾記者追問老豆係咪喺內地做生意，做咩生意嘅時候，佢始終避開核心問題，淨係漏爸爸同哥哥都係做生意。周圍輝，我冇問過爸爸，呢種問咧都話唔知嘅回應，非但冇平息到爭議，反而令富豪老豆嘅傳聞更加深入民心。多年來一直伴隨住佢嘅演藝之路，自出道以嚟，古培玲始終深陷整容變臉嘅爭議，外貌變化俾網民不停對比，成為長年疑惑。中學時期嘅古培玲，面型偏方，鼻梁扁平，有少少哨牙，係典型嘅普通女仔樣貌。2019年參選港姐嗰陣，有網民發現佢初賽後決賽嗰陣面部輪廓已經有分別，下巴明顯尖咗。出道之後，
隨住曝光率增加，佢嘅外貌變化更加明顯，鼻梁變高變挺，臉頰更緊緻，嘴唇越來越飽滿豐盈，下唇厚過上唇，整體五官精緻立體，甚至俾人話同 TVB 視后李佳芯有幾分相似。2026年3月，有網民翻出古佩玲學生時期拍嘅 MV， 入面疑似係佢嘅女仔樣貌同而家完全兩個人，再次掀起整容爭議。更加有自稱古佩玲中學同學嘅家屬爆料，指佢當年為咗鋪路參選港姐，畢業前曾經要求同學生走佢所有舊相，防止歷史樣貌流出，進一步加劇外界嘅猜測。2026年6月，古佩玲喺社交平台貼出一輯粉色露背薄紗寫緊，因為嘴唇唔對稱，臉部肌肉紋理有啲僵硬，再次俾網民嘲笑直膠你唔硬膠港姐。面對層出不窮嘅整容質疑，古佩玲始終堅持外貌變化係因為減肥、長大成熟同化妝技巧，從來冇承認做過醫美手術。佢曾經素顏出鏡想證明自己清白，但網民反應不一，爭議始終未平息。而佢嘅緋聞男友陳俊廷就多次公開護花，話女大18變，睇過佢細個嘅相，分別唔大，但呢番回應並冇得到外界認同。除咗家世同整容爭議，古佩玲嘅演藝事業亦都一直伴隨住資源價嘅質疑。2019年港姐獲獎之後，佢順利簽約 TVB 成為經理人合約藝員，即刻獲得力統之餘。2020年，佢再次客串《愛回家之開心速遞》，2021年直接晉升為常駐演員，飾演核心角色新歲數素素。呢套播咗差唔多10年嘅長壽處境劇，人氣角色好多，但古佩玲嘅戲份一路激增，甚至多過唔少主角，搞到老粉強烈不滿，網民紛紛鬧爆，話劇組為咗捧古佩玲，夾硬寫走多位人氣角色，拆散經典熒幕 CP， 搞到劇情越嚟越離譜，唔少老粉直接棄劇。2026年5月，《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官宣即將大結局，唔少網民覺得劇集收皮同古佩玲同陳俊廷戲份過多令觀眾不滿有好大關係。雖然演技備受批評，俾人鬧表情僵硬、眼神空洞，但古佩玲嘅資源從來冇斷過。出道以嚟，佢先後參演《我家無難事》、清潔師、換命真相、隱形戰隊等多套劇集，全部都攞到唔錯嘅戲份。2024年1月14日，古佩玲喺 TVB 2023萬千星輝頒獎典禮上擊敗多位同期藝人，贏到最具潛質新人獎。呢份榮譽再次引發內定質疑。有消息話佢深得 TVB 高層曾麗珍姐痛錫，被視為重點栽培對象，所以資源不斷稟報上位。面對演技爭議，古佩玲曾經坦言回應：每個人審美唔同，我將所有評價都當作成長嘅養分。但呢番表態並冇改變外界對佢靠背景上位嘅固有印象。感情生活方面，古佩玲到今日都未結婚，冇仔女。過去戀愛經歷好簡單，唯一被證實嘅戀情係加拿大時期嘅初戀，而同陳俊廷嘅緋聞就轉足4年，一直處於有達以上戀人未滿嘅狀態。17歲嗰陣，古佩玲喺加拿大多倫多讀高中，透過朋友聚會認識初戀男友，兩人一見鍾情，開始咗長達5年嘅戀情。男友係加拿大籍，家境普通，兩人感情穩定，隨住彼此讀完高中同大學。2019年，古佩玲決定返香港參選港姐，簽約 TVB 發展演藝事業，男友就留喺加拿大，兩人開始異地戀。疫情影響加上時差阻礙，溝通越嚟越難。2021年，古佩玲為咗專心投入演藝事業，主動同初戀男友和平分手，回復單身狀態。呢段戀情亦隨之畫上句號。之後3年，古佩玲一直保持單身，將精力放喺工作上。出道之後，古佩玲因《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同陳俊廷結緣，兩人飾演熒幕情侶，風數 CP， 戲外互動親密。緋聞由2021年傳到2026年，一直未斷過。陳俊廷同樣出身顯赫，老豆係思科全球高級副總裁兼大中華區董事長陳士維，繼母係香港資深藝人顧紀君，全家住喺香港山頂價值過億嘅豪宅，係名副其實嘅富二代。
兩人背景相當，顏值匹配，俾網民叫做豪門聯姻。戲外，佢哋多次一齊出席公開活動，拖住手離場，頭挨住肩膀挨住休息等親密畫面多次被影到。陳俊廷多次公開讚古佩玲，話佢體貼窩心，仲曾經專登為佢送餐。2025年12月，佢更喺活動上公開示愛，我都好中意佢，搞到全場轟動。古佩玲亦大方表示，佢真係好好，我哋嘅親密程度大家都睇到，但始終未正式承認戀情。2024年，有路人影到古佩玲同一個高大男士一齊遛狗，新戀情傳七四起。佢好快就出面澄清，對方只係嫂嫂嘅細佬，並無戀愛關係。2026年3月，兩人資助出席慈善活動，互動甜蜜。陳俊廷發文話，同 Kelly 相處總是如此美好。古佩玲回覆多個心心符號，為每氛圍爆兜，但依然未公布戀情。截至2026年6月，古佩玲仍然保持單身，對待感情態度謹慎，話現階段重心係工作上，唔想急住開展新戀情，同陳俊廷維持住好有默契嘅好友與工作夥伴關係。有消息話，佢出道之後憑劇集拍攝、商業活動同代言，年收入達數百萬港幣，加上家族資產，身家早已過千萬。豪宅方面，網傳佢同屋企人住喺香港九龍塘嘅高端豪宅屋苑，個屋苑均價每平方尺超過20萬港幣，一套屋價值數千萬港幣。不過呢啲傳聞都未得到古佩玲本人證實。面對整容質疑，佢多次素顏出鏡，皮膚狀態良好，冇明顯整容後遺症，淨係偶爾因為工作繁忙出現疲態。2025年9月，佢以師姐身份亮相2025港姐總決賽，盛裝打扮狀態在線，淨係俾網民笑話笑容有啲唔自然。整體嚟講，古佩玲身體健康，精力充沛，完全可以應付高強度嘅拍戲同宣傳工作。到今日26歲嘅古佩玲依然係 TVB 力捧嘅新生代小花，爭議同資源並存。2026年5月，《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官》宣收皮，古佩玲嘅角色素素正式退出劇集，引嚟唔少劇迷討論。雖然劇集完咗，但佢嘅演藝事業並冇受影響。TVB 已經為佢度身訂造多套新劇，之後嘅資源依然充足。感情方面，佢同陳俊廷嘅緋聞仍然繼續，雖然未公布，但互動越嚟越親密，唔少 fans 期待佢哋可以假戲真做。近期，古佩玲頻繁更新社交動態，分享寫真同生活日常，狀態好輕鬆，面對外界爭議亦越來越鬆容。由19歲免試空降港姐，到26歲穩坐 TVB 力統思維，古佩玲嘅6年演藝之路係特權上位定係實力逆襲，或者永遠都冇標準答案。佢天生擁有優渥家境，避開咗好多新人要捱嘅底層打拼，但係就因此背住無盡嘅爭議同偏見，整容質疑、背景傳聞、資源爭議，呢啲標籤跟住佢一路走嚟，既係枷鎖，亦係關注度嘅來源。係競爭激烈嘅香港演藝圈，古佩玲好清楚自己嘅優勢同短板，佢唔刻意澄清傳聞，亦唔刻意討好觀眾，淨係默默拍戲累積資源。Layla 26歲嘅古佩玲仲有排手，佢要用紮實嘅演技打破資源價嘅偏見，用穩定嘅作品證明自己嘅實力。無論外界爭議點樣，唔可以否認嘅係，古佩玲已經成為 TVB 新生代中最具話題度嘅藝人之一。佢嘅人生故事仲喺度繼續寫緊，而關於佢嘅爭議，或者永遠都唔會落幕。